疫情当咧紧张，这照护人员的压力也是愈来愈大。为着要减轻因的压力，这公检院开发出一套系统，这隔离者免穿任何的装置，嘛会当监测到健康状况，降低胃病风险。人躺在病床顶，透过这薄薄一片的珠啊，身躯顶完全免穿任何装置，会使侦测到心跳甲喘气。公检院研发这套生理侦测通报系统，大大降低照护人员甲隔离者接触的感染风险，嘛减轻照护人员的压力。为了降低这种接触的传染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远距离接触的方式，就可以量测到这些入住者的一个生理讯号。那这样子可以对于防疫的一个人员，它是一个降低他的一个负担。若是发生异常，系统会自动透过 APP 连面通知照护人员，避免隔离者发生危险以及感染风险。可以监测到他们的状况，而且如果有任何的状况，我们的饭店的人员也能够做及时的处理。这个样子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哈，因为这个防疫科技在这个未来哈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。透过科技装置，照护人员轻松掌握隔离者的身体状况。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参防疫旅馆合作进行实际运作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